是你！不是我！你假扮船夫跟着我，又来偷听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饶命！你先松开我！说！我说，这小的就是一个跑船的，我这送客官来这儿，这春风院我也不知道这春风院是哪儿，我这一来才发现，春风院是个妓院，我就想小的我这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我就进来，但小的穿的这身吧也不是熟客，没什么人招待小的。小的就在这2楼瞎晃悠，这晃悠着，就看见屋里有好多金银酒器，我就想伸手拿几件，结果小的错了，这小的再也不敢了。你只是为了偷东西，没有别的企图。小的糊涂，都是小的一时糊涂，这偷的东西都在这儿呢，你看看，都在这儿。果然是我院里的东西。客官，小的真是一时糊涂，偷的这些都给您了。还有，之前客官赏给小的，这一并还给您吧。哎呀，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命吧。小的家里还有5旬的老母，还有7旬的祖母呢。您就看在小的这么不容易的份上，您就放了小的吧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小的就先走了啊！客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身上真的什么都给您了，您不信您搜，但您千万别带我去见官啊！带你个小毛贼去见官，我没那个闲心。不过，你一个小跑船的，居然会武功？我这跑船的平时跟我这帮船帮兄弟都会练点，但我这3脚猫的功夫。这不一碰见您这武林高手，我不就不堪一击了吗？妈妈怎么看呢？一个穷跑船的，教训一顿就放了？他可不是什么穷跑船的穷小子，这丫头鬼着呢。丫头？哼，您没看出来呀？这是个姑娘，还是个厨呢，敢来我春风院偷东西，你胆儿够肥的呀！来人，把这女贼给我抓起来！走！干什么呀？进去！干什么呀？放我出去！救命！救命不行，我必须得出去。天一亮，朱哥和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。万一他们抓了孙福来到河边，却发现我和船都不见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要是看到我连这么简单的铜锁都打不开，肯定会骂我这个没出息的徒儿给您丢脸了吧？只怕不仅仅是把您的脸给丢了，搞不好我把自己的小命也给丢了。叶师弟，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易容成他们的样子，还真是有点困难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想孙福那个鳖孙也不会对手下的人个个都那么熟悉吧？8分像的话，还没问题。
能不能生儿子一定让我生下那都是命一个儿子，不能强求。说的倒是轻巧。老爷要是不喜欢儿子，为什么3年之间纳了3房妾室？夫人何必在意？那他们不也都生的是女儿吗？要是那几个小狐狸精比我先生出儿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夫人，菩萨面前不能口出恶言呐。罪过，罪过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夫人，请给菩萨上香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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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！来人！大人，何事？何事？这里有诈，快扶夫人出去！快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不过想请知府大人跟我们走一趟，或者我们应该称呼您孙福孙将军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个呀，是我家人给安里捐的功德，望您收下。阿弥陀佛。对了，主持，我刚刚看到知府夫人的轿子已经到了，还请您帮我从偏门引开，不要冲撞到夫人啊。大人已经到了，我今天怎么睡得这么迟啊？你们快随我从偏门出去，这样就不会撞上他们了。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没资格提问，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李四星将军现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我不认识什么李四星将军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再敢说半个不字，我要你的命！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孙福，你以为你改了个满族名字阿克塞纳穆泰，我们就认不出你了吗？我真的不是知府大人，我只是他的替身。替身？如果真的孙福去了，那默笙和倩影不就危险了？大人，怎么样？他们2个有消息了吗？父亲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他们2个人，可能是偷懒去了。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其他人收好了，跟我进去。放肆！佛门清修之地，岂容你们在这儿胡闹？退下！大人，小的们不是担心您和夫人的安全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备轿。是。抓起来！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要本官的性命？
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夫人现在何处？如果老实交代的话，本官或许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；如若不然，哈哈哈！弓箭手，慢着！老爷，快放了我夫人！若我夫人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了你们全部人的命！孙福，想不到你一个贪生怕死、卖主求荣的人，对你自己的女人，倒还算有点情义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孙福，李嗣兴将军到底身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没想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余孽还在兴风作浪。李嗣兴将军到底在哪儿？就你们几个毛头小子，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让你的弓箭手退下，放了我的朋友，我就放了你的夫人。2换2，除了我夫人，还有我那替身一并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走。走。弓箭手，言而无信，卑鄙！那些遗老遗臣们没有教过你们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君子了，只有成者亡，败者寇。给我放箭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小心！建成，剑上喂了毒，必须马上把它吸出来，否则会危及性命。忍着点。不，大师兄，万一你唇舌间有伤口，也会中毒的。你是大明的太子，身份尊贵，不能让你为我冒险，还是让他们去找解药吧。别说了。大师兄小心。你们就在这儿候着吧，我上去等人。这。奇怪了，老大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应该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啊。
开了1天锁了，我这手指头都快磨破了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观世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菩提老祖，你们都显显灵啊！快点让我把这把锁打开呀！终于打开了！刘大哥，请您帮小弟在中堂面前多多美言2句。小弟早已跟钱明余孽划清界限，一心忠于大清，忠于中堂大人。钱明余孽呢，居然暗中派人来刺杀你，足以见得你早已和钱明余孽势不两立。是。那在下就回京复命。好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告辞。就。哦，难道这个一脸牛菜相的人就是孙福？可他现在不是应该被猪哥哥他们绑了吗？难道猪哥哥他们失手了？知府大人，您可许久未来我这春风院了，姑娘们可都惦记着大人呢。妈妈帮我找一个厨。这怎么不舍得呀？哎呀，不是。妈妈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县官不如县管，这春风院毕竟还属于我的地界呢。好吧，不过这丫头她性子野，我得先找她说道说道，以免冲撞了大人。快带我去看看呐！好，这老鸨说的性子野的姑娘不是我吧？那我得赶紧离开。不对，既然猪哥哥他们已经失手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将功补过呢？对，我得回去。哎呦，别哭了啊！我再也不偷东西了，你千万别把我送官，行不行？傻丫头，你长得这么俊，我怎么舍得把你送官呢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哦，还有你偷的那把银壶，我送给你。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只要你看上眼的，妈妈我通通都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妈妈，您这是哄我呢？哎呦，妈妈我可是言出必行。不过呀，我要是放了你，那你是不是也要替我做件事情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去陪知府大人一夜，只要你把知府大人陪开心了，那你偷东西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了。还有我许诺给你的这些东西，通通都送给你。但是妈妈，哎呀，像你这么年轻又生得这么花容月貌的，难道你真的要做大牢啊？丫头，你是聪明人，要怎么做还用我说吗？可是人家还没出阁呢，所以才让你陪知府大人呀。哎呀，其实女人呐，早晚是有这么一天，是要清白还是要自由，你自己选一个。就一个晚上，就一个晚上。那我还是选择自由吧。不过妈妈，您承诺过我的那些东西可不能食言啊！哎呦，您放心，妈妈我是讲信用、讲原则的。快，给姑娘梳洗打扮，快！姑娘请吧。各位兄台，也好久不见呐，是十分开心呐。来，咱们干了这最后一杯。表哥，你还喝几杯啊？都是个菜。大人请。好。
见过大人。知府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是妈妈说的，说您是知府大人，让我好好伺候您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果然是个厨啊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好好伺候。不错。知府大人，那个妈妈跟我说啊，您今天遇到刺客了，让我给您倒几杯酒压压惊。好。谁呀？这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行刺您啊？就几个无名小卒，不足为惧。哦，那抓住了吗？可惜啊，让他们跑掉了。哎，不提那些事儿了。今天晚上，你可得好好的陪我找找乐子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尽情的喝酒。好。不过这酒怎么跟我往常喝的不大一样啊？嗨，这个酒是我专门为了让大人您压惊准备的酒啊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香，就和美人身上的味道一样香。哎，大人，咱俩玩骰子吧。好，来，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您输了，大人，您输了。来，满上。您输啊！这杯酒您得全喝了。好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这个小妖精。再来。来呀，玩呀！输了的话呢，你还得再喝一杯。这每次为什么都是我输啊？可能我今天运气好吧。来，大人喝。让我休息一下。哎，再喝点吧。休息。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跟我玩骰子，从小到大明珠谷就没人玩得过我，跟我玩，哼。天哪，这人跟个死猪似的，怎么抬啊？不行，外面都是他的侍卫兵，怎么办啊？有了！袁州城大大小小的饭店、酒楼、客栈都找遍了，易欢到底去哪儿了？一开始我还怪他没有在河边接应我们，现在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。哎，你们看，是易欢的暗号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说她在春风院，可这春风院是什么地方啊？春风院听着像是妓院的名字，可是欢妹怎么会在妓院呢？哎，你们看，小师妹说她在妓院里捉到了孙福，让咱们赶紧去接应。朱哥哥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慢点啊，樊姐姐。这个人就是孙福。不过你们放心吧，我已经把他灌得不省人事了。果然是他，这个老狐狸。欢妹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哎呦，我这是迫不得已嘛。朱哥哥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若不是你擅自行动，划走了接应的船，我们怎么会落入孙福的包围圈？倾城为了救我，
还受了重伤。徐姐姐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已经服下解药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只需要运功几个时辰，就能排出余毒。事情败露以后，孙父下令全城搜捕我们，我们不能回原来的客栈。还好叶师弟计划周密，事先准备了一处民居，让我们暂时有了安身避祸之处。青城也有地方可以养伤。大师兄，其实这次任务行动失败，也不能全怪小师妹没在指定的地点接应我们，主要还是这个老东西太老奸巨猾了，而且咱们过于轻敌了，对吧？算了，你能抓到孙福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了。只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孙福的人，我们要想一个办法，把孙福给运出去。我知道，老办法。龙少爷，酒楼就要打烊了，我看您等的朋友不会再来了吧？不如我们先回府吧，要不太夫人知道了，又要怪罪奴才了。别闹了，办正事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不管你叫猪哥哥了，应该叫你猪小妹？别闹了，猪小妹。走了。慢点啊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的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在想，我有猪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猪哥哥现在在滇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了，你一定会很失望很伤心吧。郡王，我就不和你兜圈子了。你们明珠谷的底细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但我没料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亡命之徒，居然能培养出那么多厉害的人才，不仅能混进宫魅惑皇上，还能蛊惑我吴三桂的儿子。我也没有料到，你居然派奸细安插在我明珠谷，而且还进入了朱明联盟的最高层。但是我想不明白，你既然知道我们那么多秘密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？为何不派兵剿灭我们？这就是我为何对你们为而不恭，并且把你请进我的营中做客的原因了。愿闻其详。很简单，我之所以留着你们，就是因为我对大清朝廷不放心。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他们自以为江山坐稳了，就会对我们这些归降藩王开刀了。我必须留着你们这些反清力量来牵制大清朝廷。一旦时机成熟，我还可以与你们合作。如何合作？2种方式，我不坏你的事，你也别坏我的事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那第二呢？就是你我冰释前嫌，结为盟友，将来一起起兵反叛，打下天下后，你我分国而治，你在中原恢复你的大明国号，而我割据云贵川两广湖南湖北建国大州。如此天下虽然分了朱吴2姓，但它仍是你我的天下。
如果两种方式我都不答应呢？很简单，我只需要一道密奏，将你们的一切秘密告知康熙小儿。到时候，我们两败俱伤，我建不了州，你也复不了名，反倒让大清朝廷渔翁得利。你愿意吗？我当然不愿意。但你吴三桂杀死了永历帝，是大明最大的罪人，我怎么能与你合作？我那也是形势所逼。大清朝廷对我疑心那么重，我不亲手杀了永历帝以表忠心，就会被多尔衮干掉，不然我怎么能保得下这么大一份实力呢？你我都是将领，咱们先联手把这江山夺回来，咱们自己的矛盾再自己解决，如何？吴三桂，你当年逼着我亲手杀死我结发多年的妻子，如果我跟你合作，你放心得下？你我都是干大事儿的男儿汉大丈夫，我相信你和我一样，不会因小失大，因私害公。那崇祯皇帝留下来的金钥匙和铜匣，我们又该如何分割呢？如今我手上有一把金钥匙，你手上也有一把金钥匙，还有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中。我的那把金钥匙，不是已经被你们用美人计夺了去吗？我们得到的金钥匙是假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全体出动到你这平西王府来盗金钥匙。这就奇怪了。琪儿进京时，明明带走的是真钥匙。晋王，你不会怀疑我这会儿在跟你撒谎吧？既然我们大家都没有撒谎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鳌拜也安插了奸细在我明珠谷，倩影所得到的金钥匙被那个奸细给调了包。如此一来，这里边真的铜匣子和这个真的金钥匙已经落到了康熙之手。金钥匙估计是在康熙手中，但康熙手中的铜匣却是假的，真的铜匣不知道被哪方势力给调包了。啊，关于这个铜匣子和金钥匙，为了避免你我互相猜忌残杀，我们不如做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就是你我各凭手段获取金钥匙和铜匣子，然后汇总在一起打开宝藏，按各自付出分成，然后一起起兵，如何？好。你小子给我听着，如果晋王被你家老子杀了，我就把你剁成18块喂狗。范先生，晋王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待他和我父王谈妥条件，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。你老子会做善事，再恶的人也难免会做1、2件善事。晋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跟吴三桂已经谈好条件了。哦，谈的什么条件？此事说来话长，等咱们回到明珠谷以后再细谈。啊，太子呢？啊，倩影和他娘正在给老五收尸。太子说，唐一手是为了光复大明大业而牺牲的，所以他也要在一旁为他五师傅念一卷《金刚经》。太子重情重义，我相信将来他也会深明大义。
太子，你来看看，可识得此物？义父，义父，诸位师傅，这是从武师傅身上发现的。这好像是清廷之物啊。没错，这腰牌是鳌拜特制的，专门交给他最亲近的心腹。我在鳌拜的府上见到过。那这么说，唐一手就是我们苦苦追查的清廷内奸。如果他不是内奸，那他怎么会有鳌拜的亲信才有的腰牌？万幸，他阴差阳错的被吴三桂的奸细所杀。难怪小师妹那日在鳌拜府与那内奸交手，那内奸却手下留情，没有伤害他。如此看来，当初的那个内奸一定就是武师傅。只不过武师傅当时念及与一欢往日的感情，所以不忍痛下杀手。各位师傅，吴三桂又进宫了。不要紧，吴三桂的军中有朝廷的耳目，他们如果就这样把我们放了，他怕朝廷会怀疑他们，剿灭我们这些乱党不利，所以他就命令他的手下虚张声势，从东南西三面围攻我们。我们现在把秦氏和吴应期留下，从北面突围。晋王，怎么了？就这么把秦氏和吴应期给放了？这也是我和吴三桂谈好的条件之一。剑英、默生，你们两个继续留在滇都。啊？我为什么还要留在滇都啊？虽然我们跟吴三桂结盟了，但是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不可相信。你们两个留下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可是，我爹不会同意的。既然晋王如此安排了，自有他的道理，爹怎么会反对呢？爹，你不是说再也不允许我跟吴应期接触吗？爹相信你会有分寸的，而且我们都应以大局为重，一切听从晋王的安排。谢谢爹的信任。奇怪，三师傅对倩影和吴应期之事，怎么突然转变了态度？义父和三师傅的言行都有些反常，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。那个大师傅，我不想留在滇都，我想跟着大师兄一起去京城。臭小子，还想挨揍是不是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胡思乱想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再胡思乱想，信不信我宰了你？义父，那武师傅的遗体该怎么处置？他不是你武师傅，他是内奸。放一把火，把他的尸体还有厢房一起烧掉。义父，武师傅虽然是朝廷的奸细，但从小对我也有养育教导之恩。如今他人也死了，也算是遭到了恶报，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吧。太子如此仁义，我相信将来你一定会以大局为重，会以天下苍生为重。义父这是怎么了？似乎总是话里有话，他又为何要看着吴应期说这番话？义父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。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，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不得有点回报啊？算你有良心。
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。不丑，我绣的是2个人。2个人？嗯。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2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1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一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好了，现在唐一手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清廷内奸这个隐患已经清楚了。只可惜，还没有查出来吴三桂的内奸是谁。既是内奸，就不难查处。现在嫌疑范围已经缩小到寥寥数人，我相信他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，我们一定能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。义父，那我先回京城，向康熙复命去了。好。我们等一会儿也要回明珠谷，刚好还可以同行一段路。晋王太子，我就不回明珠谷了，我要赶回山西追杀囚鬼，就此别过了。六师傅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，等完成了任务，赶紧回京城吧。京城还需要你的照应。放心吧，等我杀了囚鬼，解了倾城的后顾之忧，我就立刻回到紫禁城。好，告辞。太子，其实我已经查出谁是吴三桂的内奸了。什么？义父要等到六师傅走了之后再说。难道这个内奸就是六师傅？没错，吴三桂安插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就是你六师傅，血衣居士。梅花门主，你怎么会来明珠谷？如今已经没有梅花门了，我梅花门上下200多人，现在除了我雪衣居士，还有我的徒儿雪倾城，其他人都被清兵给杀死了。义父，政绩确凿了，千万别冤枉了六师傅。太子，这可是秦氏亲口告诉我跟晋王的。受死吧！住手！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说，什么机密？休想拖延时间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我知道那奸是谁。是谁？但我要等到晋王回来，确保我母子的安全，我才能说。当时我是铁了心要杀吴应奇的，
秦氏为了救他儿子的性命，被迫决定说出内奸是谁。当时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就悄悄地把晋王叫了回来。我李定国对天明誓，只要你说出谁是内奸，我保证你们母子安全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恨不得把你儿子杀了，可是我樊离乃是大明的臣子，我一定会听从晋王的号令。快说吧，你再拖延时间的话，我可没这个耐心。其实我也没有见过那个内奸的面。有一次我去给王爷送燕窝粥，远远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戴着黑色的斗篷，从王爷的书房闪出，一跃就从房顶走了，显见他的武功很高。虽然隔得甚远，未看清他的面容，但我肯定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女人的身影？你是说倩影？当然不是。倩影与我齐儿认识不过数月，但那内奸已向王爷传递了多年消息。既是女人，武功又极高，还向吴三桂多年传递消息，那在我们几个人中间，值得怀疑的人，只有樊夫人、唐一手，还有雪衣居士。幸亏秦氏，他还记得那次他看到黑影的日子，是前年的9月13日，而那年秋天，我夫人跟唐一手一直未曾离开过明珠谷，倒是雪衣居士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不然就很难洗清嫌疑啊。我们都以为那个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，杀死了易容的唐一手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我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。然后我的身体也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当我们看到屋顶破洞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杀死唐一手，就没有怀疑到在外面跟我们一起御敌的雪衣居士。可当我知道这个内奸是个女人的时候，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第一个冲进厢房的就是雪衣居士。王妃，王妃！我们当时都以为唐一手已经遇害，只是雪衣居士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但是很有可能的是，唐一手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弹，而雪衣居士也假装发现唐一手被害，抢在我跟樊夫人之前，第一个冲进了厢房，在翻过他身体的那一刻，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口。王妃，而且雪衣居士也有机会从我和樊离这儿拿到呆若木鸡散，下到唐一手和吴应奇的茶中，毒倒二人。晋王分析的不错，这些年雪衣居士经常单独出谷行动，其实就是向吴三桂通风报信。这一次，他又假借去山西追杀穷贵，悄悄地潜入滇都，把倩影和陌生的身份泄露给了吴三桂。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？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叶倩影本姓樊，应该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。当我们正在庙中商议行动计划的时候，雪衣居士在装作从山西风尘仆仆赶来的样子，其实他当时正在滇都的平西王府中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我们这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，我岂能错过？裘贵呢？
他很是狡猾，居然找了几路替身来掩护自己。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，却接到了你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，而我就赶来滇都与你们会合。四师傅说的是，还有一点，昨夜我和义父盘问了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行踪，当时没有发现谁有破绽，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那日我和六师傅在一处茶楼上观察平西王府的动静。你慢用。哎，小二，我要的是陈年的普洱茶，你为什么给我上今年的？看着汤色就能看得出来，给我换。好嘞，马上给你换，马上给你换啊！六师傅，这茶味道不错呀。啊，我喜欢喝味道更浓艳的。我们明珠谷一向物资匮乏，条件艰苦，大家早就习惯了粗茶淡饭。为什么六师傅会对一盏茶水如此挑剔？现在想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个茶楼的小二就是吴三桂的奸细。六师傅在换茶的时候，将消息放在杯底，传递了出去。太子分析的很有道理，吴三桂一定是如此才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所以就设好了局，等我们跳进他的陷阱。如此一来，铜匣失踪之谜也说得通了。一欢好不容易在宫里拿到了真的铜匣，却不知被谁调了包。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六师傅。所以这铜匣现在应该还在吴三桂手上，他手上还有一把金钥匙。不要紧，吴三桂虽然拿到了真的铜匣，但他手上那把金钥匙也被人调了包。义父怎么确定吴三桂手上的金钥匙是假的？我想来想去，倩影从吴应琪那儿拿到的金钥匙应该是真的。交由你之后，再由你带到京城，直到我们几个师傅到京城跟你会合，唐一手一定是趁这个时候把金钥匙从你身上调了包。这把金钥匙是假的。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。但是鳌拜疯了，唐一手不可能把金钥匙交给鳌拜，现在又不幸被六师傅给杀了，这铜匣的线索又断了。也只能盼望天佑我大明能够有奇迹发生，否则找不到金钥匙，打不开铜匣，就拿不到宝藏的地图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更加艰难了。想不到五师傅跟六师傅，一个是鳌拜的奸细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，他们还在我明珠谷潜伏了那么久。10多年前，我大明即将灭亡，当时为了保存实力，大量接收大明的流亡之士，在这中间，就难免混入了各方的奸细。既然鳌拜早就知道了明珠谷的实力，为什么不出兵剿灭我们？鳌拜的心思可能跟吴三桂一样，他们怀疑康熙这个小皇帝会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所以才留下我们这些隐患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像康熙小皇帝这次为了擒拿鳌拜，竟然冒险联合10多个摔跤的布库，亲自捉拿鳌拜。鳌拜若不是手上有我们这枚棋子，恐怕已经性命不保。义父，如果雪衣居士是吴三桂的内奸的话，那倾城会不会也……雪倾城是雪衣居士从小抚养带大的，他们名为师徒，实则情同母女。在雪衣居士的控制下，雪倾城很有可能也是吴三桂的内奸。所以我跟你三师傅才不动声色，就是为了不想打草惊蛇。如果倾城是内奸的话，那一欢就危险了。义父，我要马上赶回京城，把消息告诉一欢，以免他遭到倾城的暗算。好，但是你们要是发现了雪倾城也是内奸的话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，利用雪衣居士跟雪倾城，把假消息传递给吴三桂。义父放心吧，我明白。上次山鸡吩咐之事，为何迟迟不见动作？早日除掉李一欢，本王早日让你姐弟团圆。若再不动手，你姐弟二人再无相见之日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。有可能。
应该是康熙的侍卫当中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人。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趁这次机会，来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我去找点水，你休息一会儿。师傅，太子没有怀疑到你吧？大师兄，他很信任我，没有对我起疑心。你悄悄给王爷发了一封密信，说康熙只喜欢奕欢，不喜欢你，所以你要终止任务，离开紫禁城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受几位师父厚恩，和大师兄、小师妹感情很好。现在让我处处算计他们，我心里……这是王爷给你的答案。什么？杀死奕欢？王爷说了，康熙他虽然不能像疼爱李奕欢那样疼爱你，但是对你还是敬爱有加的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最得圣宠的，除了李奕欢就是你了。所以，一定要除掉李奕欢这个绊脚石，康熙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和李奕欢的关系很好，以姐妹相称。所以，只要李奕欢一死，康熙越是忘不了他，越是放不下对他的旧情，他对你就会越好。我做不到，师父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师父，我求求你，去求求王爷收回成命吧，师父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离复仇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我怎么可能会半途而废，让你离开？可是，小师妹，她是无辜的。师父，你也是看着小师妹长大的，您不能这么狠心啊，师父。锦城，我也不想看着他死。可是王爷既然已经下了命令，你就必须得杀了他。这大仇未报，我不得不狠心。可是小师妹，她跟我们梅花门的大仇是没有关系的，她是无辜的。我们这么对她是不公平的，师父。那我们梅花门500多条人命，都命丧于朱明王朝之手，500多条人命啊！他们难道就不无辜吗？命运何尝对他们公平过？那他们的血债又找谁来还？师父，可是，师父，不要再说了。清城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全家几10口人，不都死在朱明王朝的铁骑之手吗？为了给你的家人，还有我梅花门报仇，现在只能牺牲奕欢了。对了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弟弟还在王爷的手中，如果你不杀死奕欢，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保你弟弟的命，还是奕欢的命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弟弟，这是救命丹，化在酒中，喝下后1刻钟内必死。
没有解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来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许久啊，没能来你这永和宫，今日刚好得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你。谢皇上挂心，妾身一切安好。好就好，坐吧。皇上前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，今日面露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还不是易欢那个丫头，前些日子和朕赌气，朕是骂也骂不得，罚也罚不得，心里着实郁闷。还好，昨日转了性子，和朕和好如初了。易欢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不懂事，皇上多担待。朕就喜欢你这个淡泊体贴的性子。这后宫之中啊，也就是你，不会是易欢为敌了。朕为了不让易欢惹麻烦，一直不让别的嫔妃去她的永乐斋，也不让她去别的嫔妃宫里。朕自己啊，也没时间陪她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妾身遵旨。哦，对了，刘德昭等人已经全部出斩了，可惜裘贵逃走了。朕已命新的山西巡抚继续抓捕裘贵，等抓到了裘贵，朕就把他送到你爹的坟前处决，也算是为你报了大仇。多谢皇上，妾身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等你爹百日继辰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升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，也好安慰你爹的在天之灵嘛。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太皇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。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，隐忍不发。易欢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什么样受宠的嫔妃我没有见过呀？但最终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下场凄惨呐。多谢叔父提醒，我知道的。等我找到铜匣以后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如此最好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你跟你哥哥啊，还是及早抽身才是上策。对了，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把那大补丸的解药给我。放心吧，叔父，没准儿我们走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研制出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了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铜匣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玉欢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在这个宫里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，叔父有话直说吧。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去调包铜匣，那是绝无可能。若是这宫里的人，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？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起眼的铜匣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所以，调包铜匣之人必定知道这个铜匣的秘密。可是，在这深宫之中知道铜匣秘密的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易欢，你们兄妹在这宫中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？他们会不会知道铜匣的秘密？如果有，那调包之人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？你先慢慢想，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后跟皇上了。真是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